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2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2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1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1节，就是解说甲五有一无相常。若能上持言下令语，即业未罪，一时消灭。即嘛就是要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常曰：美人受福不受道，只言受福便是道。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原来做。义将受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债。但向心中拄罪言，各自性中真忏悔。愤恶大圣真忏悔，拄舍行正即无罪。学道相依自性观，即以自不同一类。即马咱应该呢，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在咱这个忏悔第6的这个所在啊，就讲甲明一体三身自性佛。这已经是属于这品的第6段。也五有一无相常。若能上持言下令语，即业未罪，一时消灭。这个就是属于第7段。第7段就是开示无相常，就是劝咱呢必须要来忏悔，要来灭罪。所以一开始啊，就是讲我有一个无相常。若是会当来受持呢？在我所讲迄句话，只要你会当来了解，就会当好一时消灭了你历劫以来所有的灭罪。所以下面再讲常愿。那既然佫做讲做无相常，就是必须把这个无相常给开示出来咯。这个常愿。就是讲，以伊这个迹象，要来开始这个无相，开始这个忏悔灭罪道理。讲美人受福不受道，美人就是讲对于事理无所明了的人。这个美甲误呢，就是两个对立的物件。你对于世间的事理，你会当好来了悟，这就是悟啦。也对于世间的事理无所明了，这个名叫做迷。也可以讲对于佛法无了解，这名叫做迷。在这个所在名叫做迷呢，应迷了自性的人。迷了自性的人呢，就受福不受道，就是讲只有受福也无受道。这个迷人受福不受道咱可以提出梁武帝伊的引言来互咱各位做参考。梁武帝那讲起来讲，伊对佛教真正虔诚的信仰，而且本身呢对佛法也有相当的研究。伊也捌讲过经啦。安尼讲起来，伊对佛法应该是了解咯。但是梁武帝对佛法的了解并不是了解到究竟的了义。伊无有了解到这个究竟的了义呢。所以伊就
起善缘，度出家人。也起真正侪善缘，度真正侪出家人，伊认为讲伊咧安尼就是有功德。所以当伊甲达摩祖师问答迄个时阵，伊自己就安尼讲啦，讲我起是度出家人，也度遐尼遮济，到底是毋是有功德？迄当时阵，达摩祖师咧真无客气甲伊讲，讲你这根本呢是无功德。功德毋是在你起时，毋是在你度出家人这个所在。从这个所在呢，就可以了解。那么，咱伫咧学佛修行，伊的究竟并毋是在这个起时度众，就是讲，毋是在做咱世间的福报。咱即马该回头倒转来看第19页就可以了解。就是讲，梁武帝见到达摩祖师，就问伊讲：我一世人做事度众，布施设财，有啥物功德无？达摩祖师甲伊讲：这实在是无功德。那对这个代志，这个微处事呢，也无了解啦，所以就自这个摕来问慧能大师。慧能大师呢，就甲伊回答，讲武帝这实实在在是无功德，咱毋通以先生之言，因为武帝是心下不敌正法，做事度众，布施设财，这名叫做求福。毋通将福界当作讲就是功德，功德在发心中不在修福。这是六祖慧能大师来回答为处事的疑问。所以伫这所在，伫咧讲迷人修福不修道，就是讲对于佛法无究竟了解的人，就只是来修福。也修福中呢，就无要去修道。伫遮所讲的这个修道，就是讲修这个真正佛道，修真正呢来得到解脱之道。六祖慧能大师本身就无共咯，伊去五祖迄个所在，五祖弘忍大师叫讲你去整理啦。迄当时阵，慧能大师就甲伊讲弟子自心相生智慧，不离自性，这就是福田啦。也毋知好想要教我做啥物款的工作啦。意思就是讲，弘忍大师叫讲你去整理去修一寡福啦。伊讲我心相生智慧，这个智慧不离自性，这就是福田啦。哪有比这个较大的福田呢？那你要叫我修什么福呢？所以真实的迄个功德乃是在自性中，毋过别人无了解就修这个福伫遮所讲的福，就亲像梁武帝起善缘，度真正侪出家人，布施设财等等，这呢只是福，这呢毋是属于佛道。讲只言修福便是道。讲而且这个迷惑的人呢，伊就安尼讲啦，讲这个修福就是道，讲这就是伫咧修行佛道啦。那将这个修福就甲伊当作讲这就是修行佛道，这呢完完全全的错误。所以演家大师的正道阁就来讲自上布施成天福，犹如涌泉下虚空，势力真反对，照得来生不如意。自上布施就是讲德上的布施，讲若是德上的布施呢，这是升天福因为你有布施来生你会升天所以这个布施呢，这只是一种升天之福啦。讲犹如涌泉下虚空，讲安尼呢，就敢若像讲咱下迄个钱向对天的所在下迄个钱，
将即个钱要甲射对虚空的所在去，射倒去哩，要射对天顶去哩。另外，天顶迄是无气无吸的所在，所以势力真啊，真反对。讲伊即摆射倒去哩，迄个力那已经真啦，即个钱呢，就安尼就对倒转来，所以叫做势力真啊，真反对。讲招得来生不如意，结果呢就招得迄个来生的不如意。诸相报喜成天福，即个诸相就是讲着相咯。当咱报喜的时阵，咱心里着相，怎样着相法呢？就是在内心，心心念念会记咧讲，我发心报喜，我摕啥物物件报喜互啥物人，啥物人呢？得到我的报喜。可能搁再进一步讲，伊若是无我报喜，无我帮忙伊伊即马就真凄惨啊，就真痛苦啊。咱搁再提一个较具体的来说明啦。譬如讲，咱看到一个善车人，咱发心甲伊报喜无毋对，报喜了后呢，常常都甲记伫心，讲我某年某月某日，我摕1万箍报喜互某一个人。安尼去解决着伊的生活问题。当时我若无摕遮钱互伊，伊着饿死啦。伊着真惨啊。安尼将即个过去报喜了的代志，常常记在心中。那这呢，就是名叫做诸相的报喜，就是德相的报喜。咱讲若是德相的报喜啊，这是生在天上的福报，就是讲你即世人报喜。来生呢，你会转生在天上。伊安尼像啥？像讲迄个钱该射对虚空去，射去哩，有迄款的即个强的力，就即个钱将甲撒去哩面顶。但是即个力呢，会无去啊，无去了，迄钱就落倒落来。古早的大地安尼讲即个人天福报，就是三成愿。咱人平常时拢无了解。咱世间，无论是在人间，无论在天上，凡是当享受着如意、快乐的，就是讲这个世间的福报，这拢是真正修来。那真正修来的福呢，假如讲未了解讲这就是咱因为有修才有这个福，就戆戆伫伫甲伊享福。就是放纵心嘛，去甲享福。享福，你这福若尽啊，就对了，受到种种痛苦。少年讲，即世人受真正侪福，来生会当好到甲天堂去享受天福。但是天福若享尽呢，就对了，五岁上这个现就对了了。对了，要对落去，对倒去呢，无一定。凡事对在三恶道中，安尼岂毋是招得来生不如意呢？所以将这个修福给当作讲，这就是修行佛道，这是完全的错误。咱必须要了解，修福是修福修佛道是修佛道。这边讲布施供养福无边啊，讲咱来布施来供养，这个福无边。福无边就是讲，这个福真大。这个布施分为财施、法施、无为施。伫遮所讲的布施供养，大部分是偏重在财施，就是讲摕钱财物这个布施，摕这个钱财物这个布施啊，这个福真大。安尼做布施供养福无边。毋过呢，心中三恶愿来做，讲咱心中的三种的恶愿来做，就是讲本来就有做这个心中的三种的恶。那这个心中的三种的恶，这三种的恶呢，有几多种的解说。第一种解说，这个心中的三恶，就是咱内心的三毒，都是贪、嗔、痴的三毒。这是咱较容易了解啦。第二种，这个三恶就是讲掌恶、
天生恶不还恶，这叫做三恶。或者是欲非害，这叫做三恶格。也在心肝底呢有这个贪嗔痴，结果呢就去做罪业。那由这个贪嗔痴来去做罪业啊，这是咱众生呢果啊，本来就是有的物件。安尼叫做心中三恶缘来做。讲义将修福欲别罪啊，后世得福罪还债。讲你若想要将这个修福啊来甲伊灭罪，毋过呢，你后世得福，这个罪呢也是同款，还阁在存在伫咧。咱必须了解因果，这是一项物件呢非常清楚。就是讲，你现在是有修迄个福的因，未来会当得到福的果。也你做迄个罪恶的因，未来啊也同款呢，去受到迄个罪恶的果报。所以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咱毋通讲，我过去做真正一罪，我现在是呢来修福，这个福修咧啦，这个罪就报过去，毋通安尼想法。慧能大师甲咱讲，咱后世虽然是讲得福啦，但是这个罪呢，有哪还是搁在存在。迄个罪啊，有哪是无消袂掉。咱搁讲一个较具体的，咱前生前世做了真正侪罪业，咱现在是呢无来去受佛道，无来去忏悔这罪业，咱即马即世人呢来去做福。当然做福会得福，所以来生呢一定会当享受快乐。但虽然是讲来生享受快乐啊，这个罪呢，你无该忏悔掉，这个罪还阁做存在伫咧。也罪还阁存在伫咧，要安怎样呢？因为你即世人真拍拼做福，你这个福的力量较强啦，做福行善的力量强，所以啊，就先去报，可能你来生会走到天上去享受天福。毋过你这个福虽然是有，会当好在天上享受天福啊，毋过你的罪还阁是存在，罪阁是存在，所以结果啊，你天上的福若享尽了，就随着你以前所做迄个罪啊，就坠落来。咱世间的众生，除非是讲跳出三界，得到解脱。咱若是在六道中呢，咱本身是无迄个自由分，就是讲袂当互咱本身得到自由，并袂当讲我要来去佗就要去佗，要天上可以去天上，要人间就可以来人间，并袂当安尼。拢是随着咱的业力来，这个业力呢，就敢若像一条锁啊共款。咱有真正一锁伫咧甲咱拖，可能一条锁是通对天堂，一条锁是伫人间，一条锁是伫阿修罗道，一条是地狱道，这个畜生道等等。那就等于讲人伫咧游迄个锁伫比赛，两边游锁伫咧比赛，看倒一边靠力，就去互这边甲游过来，迄个无力迄边就去互拖去啦。咱这个业锁，这个业力甲是共款的意思。咱假定讲善的业若是做较济，安尼这个善的力量较强，所以就先去受到迄个好的果报。但是受好的果报，并毋是讲迄个恶业都消毋是，只是迄个恶业较慢受。所以你即马即个善的方面，你若是福报享尽，已经无力啦。无力呢，就去互即个恶业的力量给拖落。所以呢，在经典也有迄个天上的天人一堆呢，就对甲畜生道中去做迄个牛的阿妈棍的糖。你看真凄惨啊！本来是一天上
做天人伫咧享受天福，天福享尽一个对落，所变成啊，做迄个畜生，而且呢，佫是做一个真正微小的迄个畜生，那就是啥，在迄个牛的阿妈滚迄个虫，就像讲目杀家走即类的物件，安尼是毋是真惨呢？安尼可见就是讲，伊真生有做迄个天上的福，但是共款也有做畜生道的因啦。也做即个天上的福，做较济，迄个力量较强，所以就升回去天上享福。因为即个业力牵引啦，自然牵起来。也福报享尽了后呢，伊迄个天上的力量拢无去啊，迄条业数力量无去啊，所以结果啊，就变成搁在去互迄个做畜生业，迄个业数啊，甲你诱落去。安尼自自然然呢，就对落去畜生道中。所以伫遮所讲的后世得福做还债啊，就是讲咱毋通以为讲我做福就会当互你别做，做福是做福啦，别做这是别做，这是两回事，根本毋是一项代志。一方面做福，一方面必须要来修行，要来别做。若无呢，咱虽然是讲这世人拍拼报喜做功德修福啦，那你根本无了解佛法，只是修福而已。尤其是有的人呢，还去修行啊，抑佫毋是讲修未来福，拢是求现在福。咱讲求现在福呢，咱三支香举起来，拢是佛祖啊，你着保庇我我要来报喜添面样啦，或者是讲人伫咧起大殿啦，来去发心啦，还是讲装佛祖来去发心，希望你佛祖你会保庇我，保庇我就会当互大趁钱，事业成功，保庇我呢，在即世人会当过着真正好日子。可能有真正侪人，抑个毋是求未来福，敢若求咱现生的福。因为求即个现生的福呢，咱所求的，可以讲就是非常非常的短暂。因为咱即世人到偌久，即世人是几十年，互你讲即世人会当好尽量去享福，要么是几十年而已啦。所以咱求这呢，就变成较无价值。咱应该就是讲，将咱所布施一切功德，会当好回向于佛道，帮助我来成佛，安尼去求才对。尤其是这个福啊，也毋是从求的，应该是从做的。这个做甲求无共，安怎样无共款？那这个求就是我拄则所讲咧，咱香举咧佛祖面前，佛祖面前去求佛祖，去求菩萨。佛祖你着保庇我，菩萨你着保庇我。这个做就是讲，咱实实在在来去做。到底是做才对，或者是求才对啊？我现在是来提一个真明显的比例起来说明。譬如讲，一个参庄人，伊即马香举来伫佛祖面头前讲佛祖你着保庇我保庇我今年好年冬树即个果子爱有收成，切呢爱有收成，家己都求，大家都求。但是伊即马迄个猪甲哺咧，拢无去照顾；果子甲种咧，无去照顾。我问你安尼伫个佛祖面前直直甲求，安尼有菜讲无？我想你安尼求来讲，佛祖也袂替你去甲遐个猪去饮水，无法度替你去挽遐个果子草。安尼即个果子真正侪草，佫无落肥，果子变来当有好收呢？你这猪无去甲照顾，无去甲伊饮水，无去甲伊抠草，无去甲伊落肥，猪来当结切呢？原在不可能。人来要安怎？你既然要爱好年冬，切呢收成济，果子收成济，菜收成济，你是毋是都要真正拍拼来去做？你果子种了，抠草、压肥、饮水，这拢爱。你菜嘛是共款啦，你猪嘛是共款啦，嘛是爱去扫草啦，爱去压肥啦，爱去饮水啦，拢去看顾。你认真看顾，自然收成就有啦。
咱即个造福也是甲这共款意思。咱想要得到福，咱必须要来去做，就是讲认真来去布施。毋过咱即个一方面布施造福啊，一方面我咱爱来消灭咱心中的罪业，我咱爱是好好来去修行。所以福甲慧啊，应该也是双修。在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甲咱提醒讲：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养服务变，心中三恶缘来做。义将修福欲灭罪啊，后世得福罪还债。这就是伫咧警戒咱讲，通干那修福尔。但是警戒咱毋通干那修福，毋是讲叫咱毋免修福哦。这咱毋通袂记哩。讲那我都毋免修福啊，我毋免添香啊，毋免去布施啊，我干那伫阮兜来合作修道，我认真来去拜佛道啊，也毋是这个意思。只是讲你单单修福一边袂使哩。福嘛爱修，慧嘛爱修。咱在修福这个中间，咱有当是爱好好来去忏悔，来去消灭咱的罪业。爱多方面来去努力，多方面的来去修，安尼才会当互咱把罪业消灭掉，会当修福报，会当修智慧。也福报智慧圆满迄个所在啊，就是会当成就佛道。所以咱毋通以为讲六祖慧能大师讲这话，咱说毋免修福，那呢又是错误，又是错解了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意义。最近先听讲，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段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最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